继续来看南投国城的中丰村，甲这个槟榔树甲北调完整任务，顺利来嫁接到台龙3号乌糖芭比的任务，一粒平均有半斤重，一袋斤是200块，即卖要大力来推广。 农民苦先生本来种槟榔，18年前伫咧槟榔树骹种植任务，经过品种的选择，尾要成功甲台龙3号的任务种出来。像这雨水遮济吼，嘛较袂逼啦，甜粉拢会还久够啦。即卖海拔500公尺的任务，当伫咧采收；海拔750公尺的任务，农民讲预计10天后地点甲慢落来。国城乡的任务，果子大坑，芳甜搁侪接。种出来这个任务吼。 大，搁好食，搁好真甜，所以希望阮这个有兴趣的朋友会使来阮遮多种莲雾，互阮遮变成专业区经过农民认真研究，证明国城乡真适合种植莲雾，环境有兴趣农民拢会当来一个家发展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